祝来收听天海亲们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们这个时候要来练习早上要吟唱的圣诗，请很高兴息391首。好，今天早上欢喜快乐，我们有弟兄姐妹要接受洗礼，有坚信礼，有信仰告白。现在用华语讲，因为有些人跟台语没那么熟，好，所以或许可以拿外面有华语圣诗，还有另外邀请有比较年轻的面孔，跟台语讲到不熟的，可以到外面有华语稿，好，听得懂台语跟听得懂台语讲到有一点小落差，好，外面有华语稿在礼拜进行中，但是是台语礼拜，好，所以望会当有机会听到较有诶较侪安尼，好。信息391首，今日洗礼跟洗礼的时阵，咱会做伙研唱这首信息，进前捌唱过，所以咱做伙来唱第一集，看大家敢会记字。弹一次好了。第一集。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白首思上神的光影，其他人所强的白首思，我你甲我无强一件。好。应该毋是我耳仔塌掉的原因，基本上信歌队声音较大，咱会场无啥声吼。嘿，有听过哈，有唱过哈，有印象哈。好，那个年轻一点面孔应该没有，但是一起唱吧。好，如果需要可以拿华语圣诗，有华语歌词也可以一起唱哈，试试看。咱第一集过来一遍哦。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白首思风神的光影，其他人所强的白首思，予你甲我无强一件。第二集。上主的水泉洗清罪过，予人改变的新光明，隔壁大所对也被开怀，祈求的人被的羔羊。好，这个是瑞典的民谣，所以觉得好听吼。所以今天洗礼的时候，这一节就这么短，所以牧师邀请的时候可以马上走出来，请不要迟疑。好，这是请咱阁献到信息361首，咱伫圣礼的圣餐的时阵，要做伙吟唱，求圣神感动阮谦卑，咱做伙来吟第一集。求圣神感动阮谦卑，奉主名今日教会，今仔旧人三人出去，阮较心里导航出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梦里撒古金宝贝。好，咱这最后一句真趣味吼，梦里撒古金宝贝，若是手头有信息的，它还有一个框框啊，有标出来，真无写，所以咱看安怎唱，看感动好啊，无安尼撒古安尼，好。手上有圣诗的才知道我在说什么，要不然看这个就好像在看我表演。反正撒姑安呢，好，它的 R 是标在第3个音，就是沙后面的2个音。好了，好就这样，好了，第一集过一遍。
来，求信心，感动环强臂，风吹也亲日高飞，今那古人沙浪出去，观看心里大浪出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梦里萨古琴宝贝。这是请咱阁献到信息的第84首。今日是甚物款的特别日子？除了有洗礼以外，樟树主日，所以咱会做伙吟唱这首，咱做伙来欢迎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哦，不好意思啊，我笑场。好，第一场做伙来。为什么我唱背信呢？敢有人知影？有人听到我唱主的敬背信吗？敢有人发现我唱甲恁无共？好，第一版的信息歌词叫做主的敬背信，结果第二版就改囝字啊。啊，我提句的，所以我唱甲恁拢无共，厉害啊！好，所以好啦，只好照这一谱，好收认真看信息。好，这时请咱安静心会当参悟整体写礼拜。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保养伊的作为，就对伊讲，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三甲来吟圣诗第84首，圣诗第84首。啊，这请起立。
日用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万性独一专营的真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万性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地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对方上帝，但伊对伊来创造，伊为着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伊降临，对圣神就在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温柔彼拉多人来为咱定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三日搁活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要以因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强无尽，万圣守护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因光。伊捌读先知讲话，万圣一个圣公堂使徒的教会。愿个别一个为得救上侪的体，愿因死人搁活来世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30篇，伫咧信息后面1053页，1053页，显着，然后我来启向会众来。我仰头看山，我的帮助对上主来，伊袂互你绊倒，以色列保护者袂拄眠，上主是你的保护者。日时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这是咱三甲来的祈祷。这是个上主，阮感谢你，你是全能、全知、全智。以及你是永远听阮的救赎的主，主啊！你救阮脱离迄个黑暗之光明，脱离一切的灾害。你用你的宝血来洗清阮拢总的罪，互阮诚侪你光明的囝儿。今仔日是你是中秋主日，也是受难周的开始。阮要甲搁较来纪念你耶稣受难受死甲搁活的重要的节期，主啊，求你帮助阮重新思考、体会你救赎阮的疼，对，互阮无辜负你的疼，重新会当伫你的面前献家己做祭，用阮灵修、读经、默想、反省来陪伴阮的心。领受你的救恩，互阮的生命会当得到更新改变。主啊，今仔日也有诚侪几啊位的兄弟，因要受洗礼，要信仰告别，甚至献身礼。主啊，因伫你的面前，你安怎感动因？求你的圣神也感动在座的因的亲友、亲人。主啊，因也得到你的感动，会当对因的脚步，会当来认捌你。即是阮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心中，帮助阮拆开阮的、拍开阮的耳孔，拍开阮的心门，互阮通过牧师的讲道、信息、真理的话，会当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的心会当受你话的感动诚多。主啊，阮永远的活命。
主啊，感谢你，也祝福阮今仔日礼拜从头到尾，拢伫你的手中，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即是咱三甲来读圣经，圣经记载伫咧出埃及记4章第4章第1节到17节。出埃及记第4章第1节到17节。4章第1节，摩西应讲：以色列人袂相信我，嘛袂听我的话，因会讲上主毋捌对恁显现。第2节，上主对因讲：你的手举啥物？伊讲：拐啊。第3节，上主讲：甲拐啊ฮ็伫涂骹。摩西一下甲拐啊ฮ็落涂骹。拐仔就变做蛇，伊就闪走。第4节，上主对摩西讲：伸手掠蛇尾，摩西就伸手去掠，蛇就伫伊的手内变做拐仔。第5节，上主佫讲：我予你有即款能力，是要予以色列人信上主，因列祖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有对你显现。第6节，上主阁对伊讲：手伸入去衫内，伊就甲手伸入去，手一下伸出来，手已经得严重的皮肤病，亲白亲像雪。第7节，上主阁讲：阁甲你的手伸入去，伊就阁伸入去，手一下伸出来。皮肤已经复原，甲规身躯的皮肤同款。第8节，上主讲：因若毋相信你，嘛无要相信第1个先者，因会相信第2个先者。第9节，即2个先者，因若拢毋信，阁毋听你的话，你就对尼罗河饮水。倒伫涂骹，遮个水就会变做血。摩西对上主讲：我的主啊，我毋是敖讲话的人，你甲你的仆人讲话了后，嘛是安尼。我是喙齿钝的人。第11节，上主对伊讲：啥物人互人口才？啥物人互人袂讲话？袂听见，目睛也是失明，敢毋是我上主。第12节，当你着去，我要赐你口才，要教你讲你着讲的话。13节，摩西讲：我的主啊，求你派别人去。14节，上主对摩西发生气，讲：利未人亚伦敢毋是你的兄哥？我知伊真敖讲话，即马伊来要接你，伊看到你，心内会真欢喜。第15节，你着将应该讲的话交代伊，我会赐你甲伊口才，佮教恁做应该做的事。16节，伊会替你对人民讲话，伊做你的代言人，你亲像伊的上帝。只是伊应该讲的话。17节，你着举即支拐仔来行神迹。以上愿上帝赐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即时，咱要请咱的圣歌队来学乐。学乐的歌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这是咱要请咱的牧师来正道，要正道的题目是我上主。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荣光甲咱做伙伫地。今仔日是咱教会节期的中秋主日，所以伫即日，咱也有看到顶头有一个中秋节的迄个新谱。看到这个，咱就知影爱铭记咱的主是咱的性命。简单来讲是安尼，看到这总是，其实咱每一个人检查拢有一寡错误的名字。咱的心内底，所以咱爱想的是，到底咱的心名字的是啥物？是咱的欲望吗？咱要求上帝讲，你爱满足我吗？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款的关系？上帝当时亲像迄个油灯内底照出来的精灵，伊会甲咱讲答应咱所有的要求吗？所以，这就是咱来好好想看觅啊。过去的人伫即日名字主入城的时阵，因有一个错误的期待。今仔日来咱名字的主是啥物货的？甲咱中间的关系是啥物货？颠倒是伫即日内底，咱来好好来想。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所名字的，真正是咱的主。愿上帝帮咱扶持，甲咱做伙伫地。所以我要邀请你甲附近的兄弟姊妹，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做礼拜。上帝听你。做伙来祈祷。主求你帮助阮，互阮知影阮所名字的，阮所迎接的、欢喜的是啥物？求上帝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请问对什么时阵开始，你开始变做现在的你？这个问题问了可能有点仔奇怪，总是价值咱好好想看觅啊。因为现在你甲我，大部分咱拢对过去一个真深刻的经验，也是事件，迄个影响了后，变到今仔日的咱，大部分的人其实拢是安尼。就亲像旧年过身的超斌医师，伊做医生真要紧的原因是伊7岁的时阵，伊是原住民吼，伊7岁的时阵，伊的小妹破病，然后迄个要送病院的时阵过身，所以伊对迄时开始立志，我要做医生。然后后来伊佫有一个立志。因为伊是住伫迄个南回公路，台湾上南边的迄个南回公路100公里内底无病院，所以后来伊的立志是毋望会当去伫即个100公里内底去一间病院。当然，即间病院还袂起起来，伊就过身啊。对基督徒来讲，迄个互咱改变的事件。也是经验，咱就称做好调。对基督徒来讲，对咱来讲，因为咱相信这个经验甲事件，其实是上帝的声咧提醒咱，迄个你爱改变的时间到，爱知是我是你的上帝。总是虽然上帝讲话。咱也有可能带过去的迄个印影，毋敢踏上即条冒险甲改变的迄步。就亲像即时的摩西，虽然上帝对伊讲，伊对伊的百姓会疼，
上帝对摩西甚至予伊的名，总是摩西伊愿安尼应。从出来记记第4章第1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摩西应讲：以色列人袂相信我，嘛袂听我的话，因会讲上主毋捌对你显现。是啦，咱想看觅若有上帝对咱的应允甲伊的名安尼够有够？咱真歹来责备摩西即时的烦恼。想起来嘛，改成是应该一个伫旷野过洋的人，突然间走转去，甲伊即群以色列人讲，我已经看见咱祖先的上帝。啊，啥物人伊的名叫做亚伟？那安尼，啥物人会信？啥物人要听？所以摩西即时关心的，毋是烦恼王是毋是会相信伊，是伊烦恼的是即群人是毋是会信伊。出来记记第4章第1节到第9节，信即字一直出现，总共5摆。伫遮所讲的信。要表达的，毋单单是讲一个事实，是起造伫关系的信任。摩西感觉家己过去真歹名声，伊可能感觉伊互人气散。上帝嘛已经点改成400年，爱伊转去担任即群人的领袖，实在是一个无可能的任务。所以上帝回应是，予伊3个记号。出来记记第4章第2节到第4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对伊讲：你的手举啥物？伊讲管啊。上主讲：甲管啊ฮ็伫涂骹。摩西一个甲管啊ฮ็落涂骹，管啊就变做蛇，伊就闪走。上主对摩西讲：伸出手来，掠条蛇的尾仔。伫伊的手里变做管仔。管仔是各样的人伫旷野内底唯一倚靠的物件。管仔会当保护家己，嘛会当保护伊的羊仔。总是上帝讲啊，你手人体迄条。换一句话来讲，上帝对讲：你若听我的话顺服，上帝就要显伊的能力。伫古早的埃及，蛇是王甲神的象征。因为现在看出来，迄个考古学家看出来，迄个法老的迄个王冠顶头就是两尾蛇。所以埃及这个神，因咧互人画时阵，因的手也摕迄个跟仔蛇的管仔，总是伫旷野内底，我想大家拢知影，若有蛇出现，就爱随闪走，啊无就。互伊夹着，就会死。莫怪摩西一个看到蛇就闪走。上主爱摩西用手掠蛇尾，咱爱知影这是危险的动作哦，请毋通安尼去做。了解意思吼？这是一个危险的动作。上帝爱摩西，咱爱知影蛇毋是掠蛇尾啦，掠蛇尾。你会真晦气，你爱掠伊的颔棍，这个叫做3寸，爱掠伊的颔棍才会使。总是当摩西听叹上帝蛇搁变做管仔，这个象征就是这埃及王法老甲神有关系，总是拢伫上帝掌权的手中。第2个记号，出来记记第4章第6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搁对伊讲：
手伸入去衫内，伊就甲手伸入去，手一个伸出来，手已经伫严重的皮肤病白亲像洗。咧传统的翻译迄个古早巴克利的翻译叫做胎哥，当时即摆无爱翻译做胎哥，因为卖互人联想得着病是跟他胎哥的，听有意思吼？卖互人联想，所以才翻译做皮肤病。这个皮肤病的原文其实，这个胎哥原文其实是指真侪无共款的皮肤病。伫圣经内底，人若得到即种病，通常是指上帝对人的刑罚，因为人自高骄傲，甚至要强夺上帝的地位。往往得到即种病嘛，指伊是一个无清气。所以，这个人得到即种病的人，爱离开伊原底的所在，伊接触的物件甲所在拢算做无清气，爱烧掉或是彻底清气。若得到即种病好的人，爱互祭司来验，献祭了后，才会当转去到伊原底的社群生活。这记载伫利未记13章14到14节，13章到14章。伫遮其实嘛咧象征埃及人未来要受到这个病痛的苦楚。出来记第4章第7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佫讲，佫甲你的手伸入去，伊就佫伸入去，手一个伸出来，皮肤已经复原，甲规身躯的皮肤共款。这换一句话来讲，除非是上帝讲话，人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医治。出来记第4章第8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讲，因若毋相信你，嘛无要相信第一个信者，因会相信第二个信者。第8节原文的翻译应该是：假使因毋信你，也毋听头一个信者的声，因就会相信第后一个信者的声。这原文是其实是加迄个声。换一句话来讲，亲爱兄弟姊妹，上帝话咧对咱讲，信者毋是变魔术，信者是这个特别的经验甲事件发生了后，咱听见上时也相信，这就是上帝的声。我讲一遍哦，信者是安尼哦。那真神奇的代志发生，咱掠做这个人得到医好安尼，你才会知影迄是人家己做的，还是上帝做的。所以咱来好好看这个真特别的经验甲事件后面是毋是上帝的声？信者是安怎会发生？是因为上帝讲，就照伊的话来成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所有看起来真平凡的人甲事物，若发生真无平凡的变化的时阵，咱着爱注意听，有可能这就是上帝的声。就亲像咱每一个人的性命共款，咱若互上帝警调，咱的性命会开始产生一寡无共款的变化。啊，这个变化有可能咱家己毋知哦，总是咱四周围甲咱生活的人会知影。迄敢是信者？其实迄就是信者，这就是信者。假使咱若听见，相信，这就是上帝所留的记号。出来记第4章第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这两个信者，因若拢毋信，佮毋听你的话，你着对尼罗河扬水，
倒伫涂骹，遐水就会变做火。伫遮其实上帝有过10个灾厄的头一个灾厄，因为这项代志伫遮无实现，咱会知影刷落去出现摩西的问话。总是这项代志真特别，咧提醒咱。尼罗河每一档固定的泛滥，互四周围尼罗河边仔的土地带来，即摆来讲是30公分真好的土，互尼罗河的边仔就真做真丰富出产的平原。逐档尼罗河拢固定来清出来，然后更新。迄个土地带来丰收，并且因为安尼带互人实际性命的需要，所以当时的人将尼罗河称作性命的爸，正生的母之母。那水变做火带来颠倒是死亡。虽然火伫人的身躯顶头是性命的意义。总是水若变做火是死亡。换一句话来讲，这3个上帝的宣告就是记号，要警告埃及嘛对摩西的内心来喊话。上帝爱摩西抓蛇尾，是唔敢冒险的。伊讲，你着听我的话吧，勇敢抓着机会。当摩西发现伊的手生皮肤病，是上帝咧对伊讲：过去的你看家己无清气，袂堪得，亲像得到皮肤病，互你的社群赶出去因的所在，总是伫上帝的手中，伊要换心甲医治。出记第4章第10节，虽然安尼，总是摩西的反应。确实安尼，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摩西对上主讲：我的主啊，我毋是会讲话的人，你甲你的仆人讲话了后嘛是安尼。我是喙齿钝的人，这个喙齿钝，若台语的理解，也是新加坡的理解，叫做大舌啊，口疾，华语口疾。大字嘛吼，大字的意思。照文献的记载，伫古早埃及的皇宫内底，因拢会为遮的王子上课。迄个课程内底，其中一门就叫做辩论。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后壁看记载，咱嘛无读到。摩西有大字啊，迄个口疾，对吧？伊讲话嘛真流利嘛，但毋是咧。所以神学家真侪神学家咧要讲，虽然摩西家己讲家己真袂晓讲话，总是这是伊的借口。出来记第4章11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对伊讲：什么人互人口才？什么人互人袂讲话、袂听见，目睛也是失明，兼看上帝。总是上帝照摩西话对伊讲，虽然你感觉家己无口才、无能力，总是你已经袂记这是我是做不主。人的口才或是袂讲话。是我，人会看见，也是痴迷，是我。那安尼，你有啥物通杀我你交代的？所以，出来记第4章12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当你入去，我要赐你口才，要教你讲你着讲的话。原文是，我是要甲你的嘴同在。我是其实就是伫
旧约内底，上帝家己称呼家己的迄句话。出埃及第4章13节，总是摩西犹原安尼讲，所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摩西讲：我的主啊，求你派别人去。弗洛伊德捌伫1939年写伊上尾一本册，这本册叫做《摩西甲一神教》，伊是根据当时几个神学家的假设。讲摩西是埃及人，这个出发点来运用伊的理论，针对摩西甲一神教讨论个人甲集体精神关联症的起源。伊的见解甲传统完全无共，所以引起真侪人讨论。到现在其实阁有真侪人讨论，总是真歹势无伫神学界。是伫心理学界内底咧讨论这项代志，因为伊的假说内底，其实对神学家来讲，这个假说有一个真致命的问题，吼，这个日后咱还佫讲嘛吼。不过不管安怎，伊伫即本册内底分析摩西，认为伊有稳重的心理创伤，就是压抑。我毋知影要讲迄个稳重啦吼，的心理创伤。其实这甲台大精神科教授林信南长老，伊是台北东门教会长老，伊的观点共款。伊捌伫伊所写的一本册叫做《伫顶疗室拄着摩西》这本册内底。伊认为即时的摩西也未对进前创伤的事件行出来。对摩西来讲，提起埃及王甲王宫，就是互伊会当有迄个强烈创伤、痛苦的记忆。莫怪摩西想尽办法，想要拒绝上帝，毋愿去见法老。出埃及第4章14节。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对摩西发生气，讲：利未人阿伦减毋是你的兄哥，我知伊真敖讲话，现在伊来要接你，伊看到你，心内会真欢喜。阿伦原文，阿伦这个名吼，原文的意思叫做带来光的人。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上帝解决的办法，就是互这个搁伫黑暗中，对家己完全失去信心的摩西，有伊的兄哥阿伦出来领旨意，带互伊性命的光。因为伊的名就叫做带来光的人啊。出埃及第4章15节到1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着将应该讲的话交代伊，我会使你甲伊口才，佮教你做应该做的事。伊会替你对人民讲话，伊做你的代言人。你亲像伊的上帝，只是伊应该讲的话。第一句原文的意思是：我是一定会甲你的喙甲伊的喙同在。第一句是安尼。伫埃及的宫廷内底有一个官，伊的职称就叫做喙。真特别哦，古早的人常常是安尼，常常是至悬的才会当甲遐个平凡的人直接讲话。所以需要有一个这个叫做喙的官员来做传话，听有意思吼。这其实甲中国方中嘛有真类似的所在。中国古早天主讲话是无几个人听得到，迄爱有一个人来传伊的话。所以上帝是用当时埃及宫廷迄个运作模式，摩西来说明阿伦伊要做的代志，就是代言人。
林信兰教授长老，伊是认为讲，对现代精神医学治疗创伤后压力症的观点，上帝呼召摩西爱伊甲埃及王面对面，才是根本解决的方法。伊认为，伫强搁有力迄个支持，就是上帝甲阿伦陪伊去一遍，搁一遍去见法老的过程。头一遍可能真惊，总是后来迄个惊的程度会慢慢减轻。这伫精神学家称作叫做去敏感行为的治疗方式，真特别咯吼。出来记第4章1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着举即支管仔来行神业。真侪学者其实忽略伫埃及文化内底一个真要紧的元素，就是手。古埃及文明的象形文字啊，吼，迄个文字，加真侪象来显示当时埃及的文化内底时常用手来表达感情，就亲像敬拜，因的象形文字是安尼。敬拜，象形文字哦吼，然后嘛是欢喜的意思，呼召是安尼，然后哀伤是安尼，用手来表达感情，哀伤是安尼，所以真特别。伫上帝呼召摩西的故事内底。一开始就问伊讲：啊，你手里摕啥物？上尾整规个故事了，上尾将迄个管仔摕转去摩西的手中，这拢咧表达一项代志：上帝要用摩西的手来显示伊的手。管仔表示的是权柄。虽然埃及法老有亲像蛇、亲像神迄款的权柄，总是上尾上帝一定会借着摩西的手，互伊降服。虽然古埃及嘛真早就发展出医学甲法术，这咱看因做迄个木乃伊，咱就知影，有治疗。专门治疗无共身躯部位的专家，早伫主前3100年的时阵，已经发展出头部的外科手术，真特别咯！伫埃及的文化内底，咧医治遮个战争受伤的人，虽然当时阁无现在医术遮尔厉害，因为当时迄个无法度。真好的麻醉，所以当摩西的手得到皮肤病的时阵，伊大声想到的应该是想讲：我来找埃及的医生，总是无需要，因为上帝的手，互伊真紧就好起来。这上是嘛显示上帝权能甲医治赢过埃及的正神民法老甲伊手下的术士。摩西无亲像亚伯拉罕。因为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阵，伊一句话拢无应，对吧？伊连一句话拢无问哦，连甲上帝应答拢无哦。圣经安尼对咱讲，创世纪12章的第4节，做伙来读看卖啊！来，亚伯拉罕照上主的吩咐就出去，罗得也甲伊去。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75岁。总是当上帝咧呼召摩西的时阵，情形完全倒变啊！伊是一直拢爱去哦，伊一直来上帝讲：上帝啊，你派别人啦，莫我啦。总是上帝就是坚持要呼召摩西。咱爱知影潘霍华牧师伊捌写过一本册，这本册内底有一个真深刻的一句话，
伊讲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伊是叫伊来死。后壁伊安尼补充，伊讲只有迄个对家己意志死去的人，然后才会当跟对基督。虽上，这拢咧对咱讲，回应上帝的呼召，其实爱付代价。莫怪摩西遮尔无情愿，亲爱兄弟姊妹，请问咱咧？愿你甲我听见伊的呼召的时阵，用咱的真心来回应伊，不管咱是拒绝还是接受，并且对安尼行一条虽然会死去，总是充满阳光祝福的路，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互阮会当做伙自执，因为阮相信是你呼召阮。今仔日做伙伫即个所在，阮做伙要见证上帝你呼召人的过程。主求你怜悯，甲阮做伙伫地，帮助阮，当阮听见伫阮生命中这个事件背后你的声音在呼召阮的时，阮就勇敢冒险去名字应答讲主是。阮愿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求主将你的话刻在你我心。这时，咱要来进行洗礼式，所以这是我要请咱大家。坐地就好，咱要来吟圣诗第351首的第1节到第2节。吟第2节的时阵，我要邀请薛秀香、吕瑞恒两位姊妹行来到台前。这是咱做伙来吟第1节到第2节就好吼，来。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未受思风险的我平安所行，你的事事，好你甲我添一上主的水泉。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佮受洗礼。当我也要对恁讲，恁着亲信，着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佮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要成做恁会做得到洗清气的记号加印证。佮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所以当恁要受洗礼，着伫上帝甲众人面前告别恁的信仰，所以即时请恁若会使大声应答，来应答我刷落所要问恁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一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一
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啊，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咱兄弟姊妹站起来。小小声，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瑞恒，来听的就好吼，因为瑞恒脚受伤啦吼，所以伊无方便跪，所以馆长已经讲好，伊爱用徛的，吼。吕瑞恒，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上帝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诚诚，搁愿恁的神、甲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通得到保全，无通嫌。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小会官兵接纳恁做会场会员，有份伫属主的道，甲新的约的稳定，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阮感谢你遮大的稳定，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因，求你用圣神降落伫因顶面，坚固因。也用稳定赏赐因，互因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宠爱，永远伫你内面。拄着试探的时，保护因，互因精进信仰好的精进。愿你开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搁互因一世人服侍你。阮的主上帝，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与这个圣礼典了，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路，直到阮亏欠领受的稳定。求你互阮完全反悔，带阮倒转归于你。对答了后，做你尽忠落幕。阮安尼祈祷，是互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咱请因坐来，请会长请坐会长请坐。这时我要邀请咱的小会员来接答，所以往后转往后转，来。咱来拍报告啦吼，拍报告。小张就是咱中间随常已经摆讲真久啊吼，至少超过30档，至少超过30档以上啊吼。瑞恒过去拢称做小乌鸦啦吼，所以有人惊会晓叫伊的绰号吼，毋知影伊叫做瑞恒啦吼。好，咱欢迎因，然后拍报告来欢迎因，是咱的家庭内底，咱上帝祝福，甲恁做伙聚聚哈。来，这时候鲜花，来，鲜花，也不然就一起上来拍个照，来，快点，哈哈哈！鲜花，来一起拍个照，一起拍个照，来，鲜花，来，一起拍个照哈，来，一起在前面拍个照哈，不要挡到别人，脸都出来哦哈。
好，谢谢，谢谢。下一个阶段爱先互咱大家知，下面我会用华语来主持，因为接下去的关弟兄他们一家人都习惯上是参与华语礼拜，所以我也跟他们一起谈好了哈，就是待会除了圣诗之外，会用华语来表达，要跟在场的弟兄姐妹先说一声，以免你们觉得怎么牧师突然间变第二个声道了哈。所以咱要来念圣诗第351首的第30到第40。念到第40的时阵，我要请关玉桥姐妹。第4节的时候，请你走上来到前面来，关玉桥姐妹。咱做伙来念第3节到第4节，做伙来念。上主的旨意是咱知，有千千的了的平安，比世的平安渺小的我，为你为我那平安，上主的旨意。这时候，已经经过小儿洗礼，经过长大之后，得到小会的同意。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举行坚信礼。我们得到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的上主之名。因此，关玉桥已经在幼儿的时候受洗，但那时候是父母亲代替你告白信仰。这时候你要告白信仰，因此我要邀请你在待会，请你用大声的回应，在上帝跟众人面前来回应接下来我要对你所问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经这样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愿上帝的恩典帮助你，深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是你的保惠师吗？好，你是否诚心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你当信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一世走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这样行吗？好，这时候我要邀请会众起立。宣告，你已经告白你的信仰。我奉教会的头，就是大君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父上帝，你在这世上建立教会，应许保守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感谢你对
关玉桥姐妹生命当中所给她的所有恩典，也感谢你，让教会因接纳她而得到的喜乐。我们感谢你，通过洗礼，让他们有份于基督的身体，更感谢你，让他在信仰上得到培育，在生活中得到感动与帮助。我们求你赦免他一切的罪，这时他要将自己献上为活祭，求你按你的恩典接纳他。他前来接受圣餐，接受主耶稣的身体与宝血的时候，求你使他看见你的爱，得享你的恩典。亲爱的主，求你用你的能力保守他，使他永远属于你，天天在圣灵当中长大成熟，直到永远。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个时候我要请会众请坐，然后这时候我要请小会员来握手接纳。献花师，我送这个，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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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拍一张照就好了哈，拍一张照哈，我们就跟玉桥一起拍一张照。好，待会再一起介绍全家人了哈，所以先请要送礼物。好，我们待会还有信仰告白，所以待会他们一家人我们再来一起介绍。好，那请会坐。这是咱要做伙来吟，坐咧吟就好，咱来吟圣诗第351首的第5赞。在吟唱第5节的时候，我要请关正一、曾雅丽他们夫妻一起来到台前。咱彼此相看的叫主甲是生活当中，上主的嘴抓使咱归向，互咱做义中心路。这时候，我们要来进行信仰告白。关正一弟兄、曾雅丽姐妹已经在别的教会已经受洗，那因此他们在此时要信仰告白，来进入我们的教会，而且经过小会的接纳。因此这个时候，我要邀请你们来听我接下去要问你们的问题，请你们用大声来回应或点头了哈，也可以用行动来回应。你们深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你们当信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一世走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这样行吗？这时候我也要来宣告，所以请会众起立。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我奉靠教会的头，就是大君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奉台湾基督长教会桃园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接纳你的孩子，成为上主你教会肢体当中的一份子。感谢你感动他，在生命当中的某一个时刻，你让他愿意归属在你的名下。求主特别与关正一弟兄、真雅蒂姐妹他们的生命同在。我们谢谢你，因为教会接纳他们得到的喜乐。我们谢谢你，让他们真实在信仰当中求主保守，让他们也在我们当中得到培育。我们求你赦免他们一切的罪。这时他们将自己献为活祭，求你按着你的恩典接纳他们。求主保守，也求主在他们每天的工作、生活跟家庭里，都同蒙上主你的喜悦。求主保守，用你的能力保守他们，让他们永远属于你，天天在圣灵里长大成熟，直到永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候我要请会众坐下，请坐哈，请坐，然后请小会员来接纳。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关弟兄。关弟兄约略在7年前哦，关弟兄在多年前，就是在疫情前，他在台北的灯塔教会受洗。那不过在疫情期间，也包括了对。事实上，他们当时候都一起受洗啦，他们是一家人。然后，关太太在2-3年前2年前生了一个大病，那因此他们就此跟台北的教会断了一点联系。那也因着归因姐的关系他就来到我们教会，觉得我们教会像个家，所以他也认同这个家，所以我们就接纳他，小会也同意，然后就接纳他们成为我们的一份子。愿上主的恩典就帮助扶持与他们同在。好，我们再一次拍手，来欢迎他们。这时候我们来拍个照，拍个照。好，那有桂英姐有礼物他们在诊所里面是同事在当护士那在诊所里面这是咱要来吟唱，咱要进入圣餐节，所以咱要来吟唱圣诗第361首的第1节到第2节。咱要吟唱圣诗361首的第1节到第2节。Ina
所基督的名，欢迎记那属于教会陪参者三甲守主的圣餐。今年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对记那归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记那着我担当的，着就跟我要互恁安息。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正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作声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作声，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来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打阮照你命令，白色恩赦，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圣别馆，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身躯甲保护。对你恩典的帮助，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荣耀你圣名，奉主耶稣的名求。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小会员咧服侍咱的时阵，即时我要邀请咱，不管咱会当摕着饼，就是无摕饼，拢袂要紧。我要邀请咱为着家己来祈祷，为着家己身躯的病痛、肉有的创伤，为着家己这段时间以来会欠缺甲软者，咱求上帝医治甲扶持。甲咱做伙伫地，所以我要邀请咱伫这个过程内底来做第一个祈祷。咱为着家己有可能伫工作顶头遇到的困难，有可能是咱毋敢讲的话，咱求上帝特别怜悯，也医治。我就是活命的饼，就cùng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cùng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请咱做伙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为，既然你们是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当咱的小会员咧服侍咱的时阵，我要邀请咱，不管咱会当摕着杯，还是无摕杯，拢不要紧。我要邀请咱为着咱所听的人祈祷。咱所听的人有可能伫咱的身躯边，总是咱所听的人有可能即时无伫咱的身躯边。总是遮的人，咱一个一个目睭闭闭，拢会当叫出因的名。换一句话来讲，我要邀请你，当你眼睛闭上都能够叫得出他们的名字的人，请你为他们祷告，请你为他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困难祷告，请你为他们现在的生命祷告，求主保守，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得蒙上主美好的应许与祝福，也求主保守，让他们在困难中得蒙拯救。主耶稣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困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这个杯是信约，是耶稣基督的会设立为，既然你们是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做伙来领受。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做伙期待。请咱做伙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格外听，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阮密别你，欢喜阮，疼惜阮，知影阮真正是圣子奥妙身躯的一体，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一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了后，会当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这时，咱要做伙来吟唱圣诗第361首的第3节。求
心到昏黄，愿出罪，真是好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心菩萨出心显现。这是咱来奉献，请黄祖辉歌名为两位执事来施献。亲爱的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疼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用你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主，阮即碟要来用金钱来献上做你圣工的所用，求主你来感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啊，这请坐。这是要来报告，为报告的大省，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读了，咱来谈两解。上主对伊讲：什么人，互人口才？什么人，互人袂讲话、袂听见？目睛也是失明，敢毋是我上主请？上主对伊讲：什么人，互人口才？什么人，互人袂讲话、袂听见？目睛也是失明，敢毋是我上主带入去四周在在。上主对伊讲：什么人，互人口才？什么人，互人袂讲话、袂听见？目睛也是失明，敢毋是我上主带入去四周在在。咱先开咱周报，所有的后礼拜的是国偌济，学乐礼拜2场并1场，请咱注意互3个人员，请咱家己参与。
周间的聚会，请咱家己参与。周间的主日学以及教育部的课程嘛，请咱家己来参与。就周间的聚会、小组的聚会，请咱参与。顶礼拜的奉献，若是有订单的，请咱来找迄个值周的长职或办公室来订正吼。咱先开第3页消息的报告。今仔日是举行圣礼典，那拄则咱已经有接纳新人社健身礼甲信用个别的几位兄姐，欢迎因加入汤教会大家庭。第2点，教育部伫咧12点半伫9楼要召开，请部员来出席。第3点，财务部检销的作业的小组会议，请伫咧下晡1点伫咧701室来召开，请部长、副部长、书记、顾问出席参会。第4点，今仔日是中秋主日，秀兰州为今仔日到4月4号拜六每一天会敬虔甲主同行，领受10架的苦路。秀兰州的苦路体验基督会伫咧4月2号礼拜四的暗暝7点半伫咧6楼来举行，请兄姐踊跃来参加。德中8一区的联合圣餐礼拜，伫咧4月初3礼拜5暗暝7点半要伫咧嘉南教会举行，请兄姐自行到嘉南教会来参加。下主日4月5号的有个，后主日是复活节的俄乐礼拜吼，要伫咧没有第2场吼，是2场合并吼，要伫咧9点半。啊，这请注意，咱的礼拜的时间是9点半开始。第2点，4月份德州的中级长老是赖建成，执事是台语场是尹丽芳，华语场是陈美智。教会消息，5月10号是母亲节俄乐礼拜，也是福音餐会，请俄乐礼拜是9点半，游玩是2场并1场吼，9点半开始吼。邀请是木森合唱团要来献唱，欢迎邀请全家亲戚朋友拢来领受祝福。会后伊要举行福音的餐会，礼拜结束的是要伫咧6楼遐举行福音的餐会。咱兄姐，咱会当来邀请咱的亲戚朋友踊跃来报名参加吼，请甲恁的小组长也是到办公室来咱的干事来报名。报名截止5月3号，请记住5月3号截止报名吼。来，第2点，5月24号，咱教会要举行野外礼拜，吼，要去迄个相连安养中心，甲13项的博物馆，请兄姐会当来踊跃参加报名，邀请你的亲戚朋友做伙来参加详细的行程，请咱家己参与，然后报名费是300块。第3点，双年旺德福的聚会，伫咧4月份到6月份这3个月要试办吼。那双年60岁以上拢会当来参加吼，欢迎来旺德福，每个人都是能越老越旺，年长。来，第4点，115学年度的第1次的力学金，你的囡仔若是有读主日学，你会当伫即个申请来申请即个力学金，到今仔日截止，将你的相关的资料，你的资讯成绩单，你主日学的出席的资料，拢会当来
交互办公室或者是恁的老师。第5点，留迄个碗橱要整理吼，请兄姐，你若是还袂将你碗橱内底的物件摕转去，请你今仔日就来清哦，带转去啦，甲因带转，莫搁互因伫教会困啦吼。若无就统计迄个教会要吼干事这边要来处理。第6点，4到6月份的新员工的读经本，请咱办公室来领取。教会午休时间吼，就是咱干事休困食饭的时间是12点到1点。恁若要请讲，请咱撇开即个时间吼，互因会当安心休困去食饭。其他的消息。桃园合作社李干事咧4月5号中昼12点半，要伫咧707召开，请李干事出席再参加。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直接来补充报告。刷落来，即礼拜咱传统上称做受难周。过去教会拢会举行早祷来就是逐工的早祷。不过因为现在包括年纪，包括现代人的生活。所以，咱会用即张来取代。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我要邀请咱大家伫刷来即礼拜，逐工用即张来灵修，逐工吼。顶头有先经节，所以要请咱先读圣经，毋是读这吼，是读圣经。顶头有写出来吼。读圣经了后，会当默想了后做一个祈祷。然后祈祷了，今年我有特别设计行动，所以要请咱逐工大概差不多半点钟尔吼，读圣经了后，一个默想，叫甲祈祷，然后是讲个第1天吼，明仔载就请咱大家来清扫厝内底的一个角落，逐工拢有一个行动，邀请咱用这个行动。来灵修，挺有意思吼，挺有意思。所以第2天是爱咱去请教咱厝内底的长辈，也是教会长辈，伫因经历过困难的时阵的一句圣经节。所以第3天是会当写感谢卡，你会当写互厝内底的人。然后第4天，请恁做1点仔加来事。第5天上特别的是要邀请咱紧食一顿，因为第5天是拜5，所以要邀请咱紧食一顿。所以要邀请咱大家用刷来即礼拜内底每一天用即张来灵修，简单的时间尔，真短的时间总是透过这灵修，咱来。行受难即条路。第2项是刷落来，即礼拜拜四暗时，咱7点半来会使。我要邀请咱正兄弟姊妹做伙来到教会6楼，咱有一个受难周的活享上时有祈祷会，然后这个祈祷会嘛真特别，今年会用较侪体验的方式。所以会请咱分站啦吼，会分站吼，所以是有阮大概目前设计有7站，然后请咱拢是咱的小会员主持，迄个一站拢差不多10分钟的祈祷，总是迄个祈祷内底也有体验，互咱来体验，所以要邀请咱即礼拜拜四暗时7点半就来咱的教会的6楼，咱伫遐有。一个体验的祈祷会，请咱拨这个时间来，然后拜5的暗时，桃园的北一区有一个联合的圣餐礼拜，就伫嘉南教会，咱的隔壁嘉南教会尔，咱的圣歌队也会伫迄场礼拜内底来献诗，所以请咱若会使，即礼拜有几场的礼拜，上时也有几个逐工的灵修要邀请咱大家来进行。愿上帝帮咱扶持，甲咱做伙伫地。上尾行政部有一个邀请，
就是要邀请咱大家用 QR code， 电梯内底拢有吼，扫迄个 QR code 了后来做问卷，吼，会当互行政部这边接受更较侪咱的资料。啊，咱若慢慢做较侪问卷，未来牧师也有可能会有做一个问卷，问你讲，迄个对讲道有啥物款的意见？你若感觉牧师讲了真无好势，请你就直接来问卷，伫问卷顶头来应答。愿上帝帮咱，互咱的教会哪来哪好。这是三甲来吟圣诗387首上吟，上吟煞，咱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上帝永远的听透，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请听祝歌。祝祷。
是咱三角来行平安礼，对你的边仔人讲，有主同行就有平安。